南台湾第一间医疗建设 BOT 案的台南市立安南病院，今年成立满10周年。为了提升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在2022年设置了亚洲新一代的复合式手术室，同时提升传统胃炎脑加脊椎的导引系统。今年初再度引进脑部手术的导航机器人，为南部脑外科的精准搁再向前一步。我们外科医师其实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术成功，病人并没有得到改善。这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挫折，甚至呢，每一个神经外科医师开完刀以后不敢回家，因为要等病人醒来以后，看他有没有手脚不会动，才可以安心的回去。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这个从手术前的这个电脑的处理，那到手术中的定位，大家知道说，我们做电脑断层的时候是躺着做的，但是有些开刀是要趴着，那这影像呢，我们讲精准医疗变成不精准了。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软组织会改变的形状，所以如果可以在手术中再做矫正，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精准医疗的这个代表。那最后呢，开完刀以后，不管是取开刀或是取手术的血块，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里面还有没有残留多少。利用这个在 Hybrid 设备，利用这个导航系统呢，相对也看到我们的结果是如何。安南病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庄浩宇表示。手术导航机器人是协助医师，不是取代人。透过视觉的辨认、辅助导航的系统，和脑部的病灶定位更加精准。不管是脑部血块的抽吸，或者是肿瘤的穿刺，拢会用的安心交予机械手臂来执行。我们现在呢，主要呢入门就是可以运用机器手臂在抽取脑部的血块，那可以用来去做穿刺脑部。里面的肿瘤，那在视觉导航的定位之下呢，它可以达到最精准、最没有误差，也对病人最安全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成果。那我想，机器手臂啊，绝对是用来辅助外科医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器。那安南医院除了我们的脑部的导航的机器手臂之外呢，我们在下个月也会启用那个达文西。达文西也是一样就是辅助人的手的不足，然后用人的脑再加上机器的手来做对病人医疗品质最好的事情。医师表示，有了这套手术导航机器人，加上精准的导航定位，对系统的注册到定位开始，前后设定不免10分钟，而且器械伫脑部刷的速度，嘛用设定伫1秒0.5公里，定位的误差伫0.3公里以下。未来还佫会用应用伫癫痫手术、电阻的抵抗，甲帕金森氏症的电极置放的手术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